12月肉汤，这会当用来形容人安怎？哦，美秀这边是12月肉汤，老师拄仔有讲12月，你若煮一个肉汤煮12个月，实在是伤含慢啊啦。含慢。嘿啦，美秀的答案是含慢。含慢。哎，啊那阿雄我这边叫做稳当。呢12月煮肉汤，肉汤若是平常时啊较冷就会结冻啊嘛，对不？哎，啊你12月煮肉汤稳当的啊，意思是讲这个物件吼，敢若鸟鼠啊入牛角稳当当，透冻的啊。哦，来，美秀是含慢。阿雄是稳当的。好，来两队请选择。美秀。阿雄。边一边是到底是含慢还是稳当的？哎，来，请。哎呦，你选我呢？哎呀，因为志杰讲，嘿，稳当是结冻的意思。是啊，这肉汤若滚伤久，因为照这相片看起来是无肥肉无猪皮，所以较袂结冻啊。啊，若一项物件煮12个月，安尼真正是含慢。是啊，所以我才要安尼。好，来，我要问阮阿妈。阿妈。我有食过你的肉包，所以讲我要你。谢谢，感谢。哇，谢谢谢谢。肉包嘛是12个月哦。对，我的肉包一年12个月拢有咧卖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答案是阿雄的稳当。哇！这算是台语的热客啦话啦。是热客啦话，就是其實是要講後壁這個穩當，啊，不過伊無要直接講穩當，啊，怎頭前講簡單啊，這代志吼，12月肉湯啦，安尼意思就講這個代志穩當的啦。穩當。哦，啊，當然這個穩當這個音多好是出這個港音的，就是講。12月肉湯，這個肉湯其實就是講，不管伊有肥的成分，無肥的成分，伊這個肉湯本身甚至有加劑，伊就是會放一點仔時間，伊就堅凍對。啊，所以就是講12月肉湯意思講，啊，就穩的堅凍的安尼啦。啊，穩的堅凍，啊，怎加這個穩凍都要港音嘛。哦，12月天啦。對啊，所以這是一個熱客啦話的這種句啦吼，所以就是攏會講。啊，這代志安尼吼，啊，就是用安尼來，啊，但是這甲另外迄句佫無關係，嘿，這是另外迄句，另外這嘛是個客家話，啊，毋過咱這句就是12月肉湯。起碼第一組起來就是媽媽哦。對，兩位媽媽的對決。上辛苦的就是媽媽啦。不咯，煩惱嘛煩惱查某囝，啊煩惱嘛煩惱後生。是啦。是。啊，佮煩惱紅曬，嘿，定定袂記你家己。你是講你紅曬，定定袂記你家己？唔是啦，就是顧翁顧囝攏袂記你煩惱家己啦。啊，伊煩惱查某囝無？伊的啊，伊查某囝是伊的情人，當然嘛煩惱。哇，袂當啦。对啊，愛甲阮笑一下，三不五時啊，甲阮問一下。嘿，啊你食飽未？都一定愛問一下。今日全家有智慧有贏無？有摕到獎金。啊，那咱安嘛，有煩惱後生。我是一个比较散散的妈妈。哦，是伊煩惱你哦。无，伊嘛我嘛免你煩惱啦。啊，你拢家己顧家己。即马才會顧家己。啊，恁後生叫你食迄營養的迄落。會好食歹食？餐的。經過我的手煮就好食。是。對，你想要食無？哎，真正假？嘿，我會當做迄種吼，就好食迄種營養餐。哦，營養便當。啊，個會瘦，啊個會水，皮膚個會水哦。媽媽，加只來，加只來。好啊。你免講你要加來，我想大家攏想要加來啊。足濟攏想要加來。好，來，不要去佚佗啊哦。等下知影答就緊嚟吹落去哦。是。好，小薇。今日咱要到位佚佗。哦，咱刷影片吼，要帶大家來去咱的宜蘭的太平山。哦，宜蘭縣太平山頂懸有一個湖，請你甲我講，伊是啥物湖？攏總兩個字。哦，伫宜蘭縣太平山2字的啥物湖？好，來，咱請看。哇，很水。哦。來，遊覽這個。我錯咗。對啊，嘛錯咗。河。翠峰。翠峰湖。哎。翠峰湖。是。好。老師，翠峰湖對唔對？對。來分數。終於得到3千咯。好，來，咱聽老師來解說，也是無，咱先看影片，甲看完。好。對。
哇，太平山。加哦，这若较早出来就知影倒位水。对啊。啊。我看过这个景，是。哦，有云的时阵较水。好，这是咱台湾上大的高山湖啦，吼。啊，伫个算宜兰的这个大东乡南澳吼，这一带拢有啦，吼。啊，就是不只啊看，嘿啊，目前是这个罗东林管处吼，在管理安尼，吼啊有管制啦，吼啊，所以若要去，可能爱看伊的时间，什么时阵会当吼开放，互咱入去安尼。咱即马看，即马少年的，两个好命的少年的，哦，拢有妈妈好啊，个保护着安尼。啊，毋过若拄啊对迄影片，你感觉有好啊无好？恁拄啊有看到迄是啥倒位无？我无看到。而且我感觉这关对我来讲有淡薄仔困难，因为阮爸爸妈妈管我足严格的，我少出去佚佗的，我哪会摇着咧？即马意思就是讲，咱麻烦去。甲妈妈讲者，唔通管较严啦。是啦，大汉啦。是，不要紧，妈妈管住嘴。我替你想一个办法啦。你甲爸爸三不五时啊，就带伊开车去绕绕的。好。嘿，伊就知影咱台湾的倒位景点，啊无就是外国哦，坐飞机飞出去，外国的景点倒位的水。是。吼，互伊知。啊，咱这段影片甲加起来，寄去阮兜，好，互阮老爷看者。好，我再寄去互老爷看。好，来，小伟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来这影片吼，伊这个景点呢是咱新北市的一个灯塔，啊，这个灯塔3个字哦。哦，新北市哦，3个字的灯塔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看。新北市是，哇，看完啦。为了你新北市滨海，嘿，我会再提示一个，伊是全台湾上北边的灯塔，上北边的，伊边仔是富基渔港。最北边的。哦，我已经讲假呢哦，嘿。可能大家拢知影是啥，毋过讲袂出来遐地名。加油，加油！是什么灯塔？好，来第一字，咱甲头一个哦。富基啦，富基渔港。哇，系啊，两边的妈妈拢无带因出去佚佗啦。迄个。哎呀，灯塔。富贵港。哎呦，想到呀，赞哦。是，好来，老师富贵港灯塔对唔对？对。好来，分数。可以得到3000咯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拄则咧讲哈富基啦吼，其实伊古早名是叫富基港，啊落尾才改做富贵港安尼啦吼，啊是日本人伫台湾起的第一座的灯塔，啊拄则阿像有讲是上北边端吼，上北边迄角。迄个嘛会当讲是台湾上北边角迄个点啦，吼啊嘛是即个上北边的灯塔安尼，吼一日双塔的一个塔就对了。嘿啊，就是嘛是真拄则有看到迄黑色白色吼，是迄个花草吼，嘛是真优秀款啦，真雅气的一个塔吼。以上。请问形容一个人皮肤真好，会当用笑粉，还是讲笑色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一个是粉，一个是色。一下，哦，画上名啊，救命一个，啊，紧起来，嘿，10秒呢。来，指阮一个。笑啥？粉。三。讲袂出嘴，你讲袂出嘴。你讲你叫伊袂使讲话，伊唔敢讲。今摆会使讲，今摆会使讲，今摆会使讲。笑粉，今摆会使讲哦。阿姊，甲你报告一下，要录这回合之前，我有甲讲啊，你知影答案袂使讲哦，所以。我就过水啊，是爱你哦，赞。哦，会讲你飞吻，笑粉，好来笑粉，对。
这算较古早事啦吼，是即摆的人可能较唔知影，较无咧用啊吼对啊。啊，颠倒是迄笑色，颠倒较有人咧用吼。哦，嘿，因为笑色算作是较浅的色的意思啦。哦，算作咱会有几种，譬如讲浅黄色啦，吼，也是即个叫做浅青色啦，这种的浅红色，咱会讲笑红、笑黄、笑青这类的讲法，目前听起来较有人咧用啦，嘿。啊，笑粉就是拄则讲的幼咪咪这种的形容安尼，嘿，这嘛是较特殊的形容。哇，你也看笑眯眯安尼啊啦，笑干呢？好，来，咱来看水库奖金有偌济？哦，水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好，来，咱车出题。请问，咱会用石门水库无关来讲查甫人袂记的吼，脱裤的迄个热裤拉链啦吼。啊，这件代志的由来甲什么有关系？是甲选美有关系，还是甲风台有关系咧？好，来，10秒时间。石门水库这个讲法是甲选美有关系，选美。选美哦。啊，是甲迄个风台台风有关系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？袂使支援啊！嘿，是啊。选美红台，我捌选美，嘿，选美哦。选美啊，因为选美拢是做囡仔，做囡仔，所以做囡仔。红台。石门水库无关即件代志，讲查甫人热裤无脱，对啊，是为选美。加油！红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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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确定？红台，来，红台对唔对？咱请老师来解说。是，这要摇真啊歹摇啦就歹摇的。那是迄个选美比赛几啊十年前啊，讲有一个这个参加选美的姑娘啊吼，要回答这个主持人的问题。啊，主持人就是甲问讲，啊若准讲有一个先生啊，袂记去脱这个裤的遮旧的时阵，你要安怎甲提醒？啊，这姑娘啊吼，即摆嘛敢若查无命，毋知倒一个遐尼巧的小姐，讲甲回答讲。我会甲讲，你的石门水库无关安尼啦。哦。啊，所以这变做是一个怎安尼流传啦吼。是。啊，毋过迄位小姐敢若嘛无着名吼，啊，毋过就是这个故事怎流传落来安尼，所以是甲选美比赛有关系啦。哦。